你好，有冇睇過電視上高有關學生自殺嘅新聞？你點樣睇學生自殺呢一樣嘢？喺講之前，不如睇下學生點覺得。我覺得有陣時都係壓力太大，覺得自己處理唔到，先會咁做。大家都有覺得好辛苦嘅時候，但大家嘅原因又都唔一樣。我都唔知點樣先可以幫到佢哋。其實我估大家都好驚呢啲事發生喺朋友身上。我都知壓力好大係一定嘅原因，但係有陣時呢又唔知可以點樣做，咁咪等到成件事完咗，或者考完試呢就咁樣算數咯。大家對於學生自殺呢一樣嘢都有唔同嘅睇法，但係都有一個共同點，就係唔知要點樣處理。所以如果有一啲簡單又好用嘅方法，係咪就可以普及到學生之中，令到大家都可以學識放鬆呢？冇錯，例如散步、深呼吸、冥想，呢啲都係簡單有效嘅方法。而家發生呢啲意外，我哋除咗覺得可惜以外，都要警惕自己，去維持我哋嘅精神健康。我諗到底都需要大家培養一個好習慣，正視自己嘅情緒同壓力問題，而唔係學以永遠行先，將自己擺喺最後。好多謝你嘅分享，呢度係人群溫度計，我哋會持續追蹤社會上嘅大小事，俾大家一啲建議，等大家可以向健康嘅心理狀態一直前進。拜拜，加油啦！唔好逼得自己太緊，放鬆都好重要噶。如果你真係唔開心，一定要同我哋社工老師講啊。